買樓最驚中伏，與其估下，不如住一下。睇樓個零鐘，邊睇得清楚鄰居管理好唔好啊？靈活體驗，月租、日租任你揀，真正融入社區生活。過百屋苑任你揀，住落真係適合先至買。零麻煩入住，全屋家私電器，真正拎包入住啊！用少少租金換嚟買樓安心，絕對超值。告別衝動決定，用體驗贏取置業信心。有需要聯繫我哋啦！有優惠啦，價錢平落嚟啦，大概11,000起啊！有交易，重點係低首期，5萬蚊可以上車。外牆咧全部咧唔係油漆啊，全部係鋪磚啊，呢啲比較成本都高啲，會襟身啲。就成個主人房咧，因為 L 型嘅大玻璃窗，咁啊通風採光咧，絕對冇問題啦。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樓盤睇真啲，我係朱 Sir。嗱，大家今次咧得我一個人 ，Andy 咧喺我對面，今次幫我揸機啊，因為攝影師有事，我哋兩個互相揸機幫手拍攝，所以得我一個人出鏡。啊，今次咧嚟到呢個咧中山嘅火炬簋路簋七路，嗱，之前呢個樓盤咧叫上東新天地，今次改名遠洋集團接收咗，叫遠洋新天地嚇。咁點解過嚟咧？之前其實我大概半年前咧，我過嚟拍過嘅，咁過嚟睇咗成個環境咧，即係冇咩唔得，我覺得中規中矩，唯一個唔得係價錢唔得，因為當時我過嚟拍嗰陣時，大概嘅價錢已經去到13,000幾、14,000蚊嗰個單價、嗰個均價，我覺得就稍稍貴啲。咁但係今次遠洋接咗手之後咧，有優惠啦，價錢平落嚟啦，大概11,000蚊起有交易，重點係低首期，5萬蚊可以上車，全部月供我睇翻呢個成個戶型，呢個叫西坪，成個地盤嘅環境，前面係1期啦，而家賣緊2期，2期賣剩咧2021，後邊咧會加推呢個3期，咁啊3期會後少少啦，同埋咧2期呢邊咧2021咧即買即收樓，如果3期咧就要等多大概半年時間，即係明年嘅年中咧先至收樓嘅，要少少時間。呢個即買即收目前而家咧就有87方啦、111方啦、120方啦、124啦、137啦、182，戶型比較多。咁其實今次過嚟咧，因為之前咧我有個客咧過嚟睇個簋七路，都比較中意呢邊嘅環境，但係咧因為佢自己覺得話收入上咧唔想動用咁多嘅資金去俾首期去買，想揾啲低首期，但係中山低首期盤咧就唔係咁多。咁今次呢個盤咧，突然之間有個開低首期嘅政策咧，我馬上過嚟拍片，順便介紹俾個客戶睇下佢有冇機會啱啦。咁成個就係而家目前成個佢個戶型，因為呢度咧其實簋路咧之前幾個樓盤啦，可能大家熟悉嘅永怡最豪園啦、豪豐天悅啦，都喺旁邊嘅啫，隔離行都行到2-3分鐘可以行到去啦。咁但係嗰兩個樓盤咧，本身樓下嘅生活日常配套咧就稍稍欠奉，尤其是豪豐天悅啦，目前樓下一間鋪頭未開，便利店未有。但係呢個而家咧改名叫遠洋新天地咧，樓下全部所有嘅商鋪咧，基本上都開晒啦，有麥當勞啦有啲茶餐廳啦、餐店啦、奶茶店啦，全部咧基本上日常生活滿足晒所有要求啦。如果去翻遠少大商場咧，去高柏啦、富日城啦，呢邊車程咧大概就5到8分鐘咧，可以去到嗰兩個大商場啦。咁就喺簋路旁邊有大信呢個叫商圈啦，同一個大商場。大信商圈旁邊咧又叫博覽中心，嗰邊咧好多大巴士係坐車翻去呢個深圳前海深圳灣口岸福田口岸大家都係18蚊40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翻到深圳過關翻香港。呢度相對嚟講咧比較方便，同埋我呢邊咧成個嘅位置咧比較適合咧香港住喺屯門元朗嘅客戶朋友，因為呢邊咧行深中通道翻去深圳灣過關口岸翻去屯門灣好近好方便。我相信呢邊就算搭大巴由呢度過去翻到深圳灣口岸，再過關翻到屋企咧，唔使個半鐘頭時間，你可以坐喺屋企嘅大廳啦，時間好快，唔需要2個鐘，唔需要個半鐘就可以翻到去啦。
如果行福田口岸咧，可能遠少少，可能多10零分鐘嘅時間啦。咁大致上咧，就而家呢個盤呢個情況。咁而家今次咧，我主要咧就想介紹個87方嘅小型，因為我客咧就主要想睇3房一次或者2次嘅單位。咁佢又冇3房2次，得3房1次87方。而家如果去到咧111方咧，先有3房2次啊。咁客就唔需要，因為唔多人，佢2個人嘅啫。咁啊3房1個廁所都夠啦。咁啊好嘛？咁啊馬上再睇我客中程嘅小型係咩情況喎？最後見係咁，可能一上嚟咧20棟嘅實體，目前喺2樓，目前嘅87方咧，剩翻嘅單位真係唔多啦。2樓、14樓、20樓、22、23、23A、25樓。點解23A咧？因為佢避咗個4字啊，用23A代替咗24，咁啊可能講得老禮啲啦。反而就剩翻2、14、20、22、23、23A、25。7間25咪頂落嚟，頂到嗰層。咁而家睇翻啦，3房2廳1衛，睇下咩價格。好，一入到嚟係一個唔錯、相當闊落嘅客飯廳。呢個飯廳位置啊，哇4到6人，圓台長台任你擺啦，冇所謂。OK。再入嚟睇下，女士最關注、最着重嘅廚房。廚房唔大嘅，我少覺得，因為佢 L 型啊，我覺得一字長蛇陣，一字形咁樣。呢個位置咧，雙門雪櫃安排上，空間夠冇問題嚇，唔使話嗰啲全部得個單門位啊，想做大少少雪櫃位置都唔夠。如果我咧索性拆咗去做開放式廚房。而家最興嘅 LDKG 咁但係呢度拆唔到啊，出邊係外牆啦，之後拆咗隻門，做個半開放式 ，OK。咁啊睇翻個客廳，開間足夠嘅，大概目測咧3.4米到3.5米左右個闊度啦。咁擺緊梳化，睇個80寸電視咧，距離我覺得 OK 可以嘅。咁睇翻啦，目前呢個咧就喺2樓，咁2樓咧主要都係冇乜內園，低層園景啊。目前反而佢呢邊咧低層啲中低層咧全部基本上賣晒，剩翻一間2樓，跟住對上咧就去到14樓啦，同埋20樓啦。20樓可能望翻出啲高啲，揾開揚啲景觀。咁我睇翻你中意啊。如果中層啲咧，得14樓咁你睇翻得唔得啲樓層啦？OK。咁講翻啦，而家目前咧價錢呢個各位最關心呢個問題啦。目前14樓到24樓大概個區間咧，佢嘅價錢咧有101萬到103萬之間視乎樓層高低啦。咁我相信呢個價錢咧仲有得傾嘅。我感覺上我有信心可以大概95至98萬之間攞低咁90零萬。喺中山火炬博愛路旁邊，一個咁叫中型樓盤啦，唔算好大型中型樓盤，樓下收入配套咁充足嘅樓盤相當之有性價比咁睇翻成個嘅外牆咧，全部咧唔係油漆全部係鋪磚呢啲比較成本都高啲，會襟身啲。因為如果你用塗漆嘅話咧，落雨咧會有淚痕，呢啲磚咧襟舊啲，襟身啲。客廳講咗啦，闊度全部咧樓上面咧送晒咧風管機，客廳房間送晒俾你啦。呢啲假天花全部做晒，呢啲筒燈呢個裝修全部做晒俾你啦。咁又嚟睇翻房間，呢邊係一個客衞空間啦，3段式嘅，得一個廁所嘅啫，洗手盆、坐廁、淋浴區，空間就恰可啦，唔算話好大因為話晒80幾方，唔算話好大嘅空間呢個其中一間客房，細細地啦。如果唔利用個窗台做埋張訂製床嘅話咧，空間就稍為窄少少，只能夠做張米二床到呢度，有把床頭櫃、衣櫃。如果利用埋個窗台
做張訂製床嘅話咧，咁嗰邊空間咧就大好多啦，可以擺張書台、衣櫃全部安排上。如果唔做咧，就稍嘥一啲，咁睇你自己到時嗰個需求啦，睇下需唔需要啦嚇。咁好啦，呢間啊最細間房啦，咁攞嚟做下主人房、衣帽間啦，俾人主人房用啊，雜物房啊、麻雀房啊，咁睇你自己安排啦。反正地下呢條線以內嘅地方咧，大概2.7米個面積，係唔計呢個建築面積嘅，係唔計錢嘅嚇，送嘅。呢個所謂嘅陽光房啦，所以其實呢個唔係叫3房，正式嚟講2+1。咁呢個主人房，呢衣櫃咧，到時交落咧，送還俾你啦，全部做晒燈帶嘅效果有嚇。咁聽落啲聲咧，坑落咧都實淨嘅，唔係借渣板，係比較啲實淨木，啲材料比較好啲啊。幾好啊！呢啲設計有啲掛褲呢啲地方，兩線咁樣啊，趟門，兩邊掛衫，擺其他啲行李啊、被鋪啊，呢度有空間。咁就成個主人房咧，因為 L 型嘅大玻璃窗，咁啊通風採光咧，絕對冇問題啦。咁基本上咧，佢87方嗰個戶型配置咧就係咁。咁我主要咧就係拍個87方嘅俾後睇，咁順便啊俾下其他觀眾睇啦。咁其他嗰啲戶型咧，124啊、137啊、182咁大嗰啲咧，我就唔會拍啦。咁但係 Andy 係拍咗嘅，我偷啲片俾啲空鏡俾觀眾睇。咁攝影師喺呢段咧後邊咧片尾嗰時咧，將幾個空鏡咧俾啲觀眾睇翻。到時喺旁邊咧標翻啲價錢俾觀眾睇翻。如果戶型大啲，實際咩價錢可以買得到？今次主力拍個87方，95到98萬之間咧，絕對可以攞低噶啦咁啊非常之價錢而家非常優惠。如果大概半年前我過嚟嘅時間咧，呢隻戶型咧要去到幾多錢啊？我睇下先計計先。當時13000幾到14000嘅單價要去到，當時接近82萬傾埋落嚟都要接近110幾咧先係買低。而家咧平咗大概差唔多接近20萬嗰個價錢絕對2000幾蚊一方平咗所以我今時今日過嚟睇咧，覺得好抵。重點係可以低首期5萬首期可以攞低，其他全部月供。大概如果供30年咧，4000蚊唔使可以搞掂反而如果有興趣嘅觀眾睇完條片覺得唔錯，想過嚟睇下嘅話咧，俾翻我帶過嚟現場實地了解、實地參觀，睇下仲有咩樓層。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佢價錢減咗之後咧，同埋個政策咁優惠咧，每日咧不停有成交你話到時仲有呢幾個呢7個單位咧，唔敢講。睇下你幾時揾到我過嚟，睇下仲有咩單位，到時俾你選擇翻。睇下明隨，睇下成個環境究竟適唔適合過嚟退休養老生活啦，好唔好啊？咁暫時呢條片就翻到呢度啦，下期有機會其他樓盤咧再同大家見面啦。OK， 好，拜拜。